歡迎返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呢一段時間，美股納斯達克指數回調咗接近2000點，可能你都會諗，到底美股呢係咪正式要迎嚟崩盤？又或者話呢，科技股呢到底係咪真係仲可以買？所以今日呢，就希望同你探討一下，到底而家成個美國股市最主要面對緊嘅問題係啲乜？同埋喺呢一刻，你到底可唔可以參與科技股嘅佈局？咁首先第一件事呢，而家美股之所以有咁大嘅調整，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呢 AI 估值呢同埋佢對應嘅資本支出呢係咪存在泡沫？又或者話呢係咪一個真正可以持續落去嘅做法？咁就係講緊嘅咩意思呢？可能你都會見到呢，其實而家各大嘅主要科技巨頭不斷呢喺度提升緊喺 AI 方面嘅一啲資本支出。咁但係呢，其實呢件事呢係有兩個好重要嘅問題要解決嘅。第一就係呢，佢拎去投資 AI 嗰筆錢呢，到底係幾多年之後呢先可以真正落地呢，變成一啲可以生產利潤嘅一個服務。而第二就係呢，到底嗰筆咁大嘅資本投入同埋嗰啲支付嘅利息呢，最後係咪真係可以回收到翻嚟？咁如果舉個例就係你見到一間公司拎咗3000億去做 AI， 但係嗰啲嘢呢要喺5年後先落地，然之後佢淨可以回收到1500億嘅利潤嘅話呢，咁好可能呢，呢個就係一個唔太聰明嘅決定。咁而呢一件事呢，亦都係點解呢？其實成個市場呢會開始擔憂呢一件事。就算我哋知道喺當下呢刻一個比較聰明嘅做法係應該唔好慳錢，不斷去投入更多嘅資本去研發 AI 都好啦，都唔等於係呢一個無節制嘅開支呢喺未來可以得到一個好嘅結果嘅。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呢？而家成個市場對成個 AI 板塊嘅估值呢係存在住一個非常之大嘅擔憂。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呢，就算 Q3 Nvidia 你見到佢財報非常好都好呢，其實呢，我哋終究都係要面臨一個問題嘅。咁而呢個問題呢，亦都係呢，其實而家成個市場要面對嘅第二個問題。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呢，其實而家多數嘅公司呢，佢本身嘅估值已經用咗一個極之過分嘅成長率，即係譬如 Nvidia 嘅話呢，基本上一年成長少過60% 啫，就已經叫做唔合格噶啦。咁你可能你要諗一個問題就係，到底喺歷史上面有幾多公司真係可以持續不斷咁維持一個60%以上嘅成長率呢？基本上呢，其實你係唔使諗，你都知道答案呢必然係冇嘅，係唔存在呢啲公司嘅。就算呢個世界上有啲公司可以喺5至10年之內維持一個咁高嘅成長都好啦，但係終究佢都會去到某一個臨界點呢，因為需求下降或者因為佢真係去到一個生產力嘅極限呢，所以佢嘅營收係唔可以跟住呢無限咁樣去膨脹落去嘅。咁而呢一樣嘢都係點解呢？當我哋而家已經用咗一個非常之高嘅成長率去計算一間公司嘅合理估值，即係例如 Nvidia 呢類公司嘅話呢，咁你就會見到個問題就係，只要佢未來顯示佢個成長率唔可以繼續維持60% 或以上，甚至乎回落翻去可能得翻40% 甚至乎30% 嘅話呢，咁呢就會對成個 AI 相關嘅概念股造成一個致命性嘅打擊。因為如果每年嘅成長率係講緊斬半嘅話呢，咁其實每間公司嘅估值呢面臨嘅跌幅呢絕對唔係5折咁簡單，而更嚴重嘅情況可能講緊係8、9折都得嘅。咁呢個就係點解呢？當成個股市嘅估值已經處喺一個極高水平，用咗一個極高嘅成長率去計算嘅時候呢，其實未來任何嘅風吹草動呢都好容易呢會令到呢所有公司，特別係一啲明星股呢嘅估值呢都要得到一個非常之大幅嘅下調。咁而第三樣嘢就係呢，其實喺呢一個階段我哋應該都會見到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其實美國未來呢係有機會係步入滯脹嘅。呢個滯脹嘅問題並唔會因為呢近期冇乜嘢呢就得以解決。個問題就係呢，如果我哋繼續去觀察呢，或者話留意美國近期嘅一啲就業數據，其實你都會見到9月非農人數呢雖然呢係比之前嗰2個月好，新增咗11.9萬人，好過預期5.3萬。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其實失業率依然都係處喺一個上升嘅趨勢。而更大嘅問題就係呢，其實我哋都見到呢好多唔同公司嘅招聘係慢咗好多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呢，其實某程度上都反映住呢成個世界呢喺發展上面呢個步速係慢慢咁樣係緩落嚟嘅。而另一邊廂呢個問題就係其實通脹呢都顯示係不斷喺度反彈緊嘅，已經去翻一個3點幾% 嘅水準。咁所以如果我哋知道成個世界嘅經濟開始緩下腳步，就業率開始上升，通脹開始反彈嘅時候呢，咁其實未來呢美國經濟依然呢都係有機會要面臨一個滯脹嘅風險。而呢個風險呢絕對呢係對股市或者任何投機資產呢都會造成一個毀滅性嘅打擊嘅。咁講完呢3點之後呢，其實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呢係好大機會喺未來5年之內係必須要解決嘅。
咁呢個問題呢，就係第四點，就係講緊美國債務嘅危機問題。因為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嘅話，你會發覺呢，其實而家美國嘅債務呢，每年都不斷喺度膨脹緊嘅。如果你講緊話而家美國債務對比佢收入嘅狀態嘅話呢，基本上其實已經去到5倍幾嘅水準嘅。咁所以如果當呢個債務不斷膨脹落去嘅話呢，會造成一個咩問題呢？就係你會見到美聯儲必須係要透過印鈔、量化寬鬆同埋透過減息呢，去減緩呢個債務嘅價值，令到美國政府呢有能力還到呢條數。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就算最後美國真係還到錢都好呢，其實我哋都必然呢會面臨一個非常之大嘅痛苦。咁個痛苦就係講緊呢，基本上無論係美元嘅貨幣價值啦、債務嘅價值啦，或者係話一啲股票嘅價值都好呢，都會因為呢貨幣大幅貶值呢而受到一個非常之恐怖嘅衝擊嘅。咁所以當我哋綜合翻上面嗰4點，你知道其實而家 AI 估值處喺一個極高嘅水平，你知道可能佢個資本支出唔可以再持續，你知道可能未來呢會有滯脹風險，而且你知道呢，其實美國債務透過印鈔去解決嘅話呢，會引發一個好大嘅風波嘅話呢，其實去到呢一刻我哋絕對係冇任何動機呢係追高去投資科技股嘅。因為如果你真係選擇喺呢一刻去追高投資嘅話呢，咁就表示呢，你必須要預期未來嗰1-2年呢，好大機會要承受一個50%或以上嘅衝擊。咁如果你覺得50%以上嘅波動係對你嚟講係難以接受嘅話呢，咁我覺得呢一刻其實你真係冇必要去參加科技股。咁就算你話真係要參加都好啦，咁你唯一可以選擇嘅就係一啲估值相對受低估嘅公司。咁可能講緊呢一刻就係 Meta 同 Amazon。咁而絕大部分呢，其實我認為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調節空間。但係雖然咁講，就算你話佢去到 Meta、Amazon 都好啦，其實我認為喺未來股市崩盤嘅時候呢，基本上所有科技股都係會無視基本面同估值咧大幅咁樣下殺嘅。咁所以就算呢兩間公司當下呢刻唔算好貴，但係只要市場陷入恐慌，只要市場陷入崩盤嘅話呢，我哋同樣地咧都係唔可以幸免於難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刻呢，我認為真正可以投資嘅只有一啲低估值嘅優質傳統股。咁如果你話你想知道到底有啲咩優質傳統股係真係值得去留意或者佈局嘅話呢，你都可以加入阿 Sam 嘅 Patreon 長線投資俱樂部。咁我每個星期日都會分享下對市場嘅觀點分析，同埋當下我觀察緊一啲相對受低估嘅機會。咁我認為可以幫到你改善長線嘅投資績效。咁最後呢，講咗呢幾樣嘢之後呢，我希望你都明白到其實喺呢一刻呢，成個市場嘅風險依然呢都係不斷去變高，而且呢只會喺明年後年呢變得更加高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呢一刻你決定要追高科技股嘅話呢，唔係唔得，我都認為呢可能5至10年之後呢，佢嘅價值係會比今日高好多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選擇喺一個咁嘅高點去買入嘅話呢，咁你一定要做好心理準備，就係你所持有嘅嗰啲科技股將會根據佢嘅體質呢，喺未來嗰1-2年之間呢，分別可能承受一個跌40%至90%左右嘅一個跌幅嘅。咁如果你覺得間公司未來好好，你睇得明佢嘅前景，睇得明佢嘅業務，而且你又唔擔心佢可以跌8-9成嘅話呢，咁我認為係冇問題嘅。咁但係相反，如果你話你真係擔心或者你睇唔通透嘅話呢，咁一個比較好嘅做法呢，就係耐心等市場真係正式回調啦，先再去夾一啲你認為真正優質嘅一啲科技股。而如果你話你本身已經持有緊一啲非常好嘅優質股，然之後你嘅成本價好低嘅話呢，咁基本上你只要耐心持有呢，就冇問題噶啦。咁希望今日講嘅可以幫你理清到而家成個局勢嘅環境，同埋應唔應該佈局更多科技股呢個問題。咁我哋下次再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